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跌 0.07%， 收报3295点；深成指涨 0.39%， 收报9917点；创业板指数涨 0.59%。沪深两市成交额11136亿，跟昨天差不多。2800只股票上涨，2700只下跌，一半涨一半跌。对散户来说又是煎熬的一天了，涨不上去，又不准下跌，金融消费者被折磨的叫死去活来，心烦意乱。关键昨天美股是大涨，金龙中国指数也涨了，富时50也涨了。但是今天的胡适它就是不温不火，不光今天，这连续10来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胡适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波动，绝大部分股票不涨反跌，有很多股票已经创出历史新低。持有这些股票的散户可以说是已经尝到了各种滋味，一边看着指数飘红，指数已经收复了贸易战以来的跌幅，差不多快收复了，还差个几十点，但是自己手中拿的股票在屡创新低，还有几个交易日就五一假期了，散户要高度警惕，这几个交易日有可能要向下突破理由比较简单，国家队护盘任务圆满完成美帝已经领略到咱们资本市场坚如磐石。特朗普表示心服口服新浪证券报道说，咱们金融消费者在胡适主要是以贡献为主，都是山顶资本或者叫长期资本，长线投资但是有人在胡适那是很稳定的赚钱，非常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10几年来每年年化收益接近 10%。 就是在这样一个市场，胡适无论是金融消费者还是海外巨头、国际金融大鳄，比如贝莱德，各路资金在胡适那都是交学费，都是做贡献。但是有一支资金稳定收益，那就是社保基金。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戴相龙称社保基金60%收益来自股票。4月24日2025中国养老产业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理事长戴相龙分享了他对多年来对于养老金问题的思考。戴相龙说，社保基金60%收益来自股票。他前面说了很多，对于投资收益，目前中国养老金投资回报率可达 3% 到 4%， 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其中社保基金 60% 的投资回报来自股票，要继续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以获得较高稳定收益。2024年全国社保基金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 1.1万亿元，投资收益 1.6万亿元，投资收益远远超过中央财政拨款。资本市场是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重要来源，养老金筹集不易，保值更难。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储备养老金亏损风险太大，还不如现收现付。但戴相龙研究发现，中国养老金投资回报比率比欧美发达国家高，一是因为中国物价比较稳定，二是投资产品比较合理。戴相龙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3年，全国社保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 7.36%， 23年间年均增长 3.6%， 去掉通货膨胀率 2%， 还有 3% 到 4% 的正回报，这在世界上都是很不错的成绩。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股票比例最高可以达到 40%， 而社保基金 60% 的投资回报来自股票。什么意思呢？就是社保基金里面投资股票的不能超过 40%， 但是正是这 40% 投在胡适里面，股票创造的收益占社保基金的 60% 的收益，这个成绩可以说非常亮眼。戴相龙说已经超过欧美同行，
欧美的社保基金，它不仅投资美国市场，投资全球成熟市场。那咱们的养老金只能投资胡适，所以说金融消费者在胡适不赚钱赔钱。但是你看一看社保基金，人家是年年赚钱，23年间每年平均是7%点几的收益率。社保基金体量还大，年报披露的时候，它很难把自己隐藏起来。比如说半年报、年报，这个社保基金10大持仓股，或者是你要从个股看，你就能看到社保基金在个股里面买了哪些股票，这些它没有办法藏起来，到期都要披露。虽然披露也滞后，这个跟散户不一样，散户你买哪只股票没人知道。换种说法就是，人家社保基金打的是明牌，把牌摊开了给你打，人家年年赢，这是为什么？大家好好想一想。所以社保基金投到股市越多，那就意味着散户要做的贡献就越多，因为他们每年都要赚钱。这个钱从哪儿赚呢？得入一个零和博弈市场，这个市场的内生的没有办法造血，也就是说 A 赚的钱就是 B 赔的钱。当然了，对于社保基金投资收益这么好，但是有人是不服的。这2天网上好像有媒体报道说什么四川泸州一男子透露炒股11年狂赚6000多万，最开始炒股是150万元本金，加仓加到了1500万元，11年时间赚了6000多万，大概年化是18%的复利，每年至少18%。这个不要说巴菲特，连咱们的社保基金都远远超过。这社保基金刚才不是7%吗？那可是国家队，那这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才7%。你说这个四川泸州一男子11年年化是18%的复利，11年狂赚6000万。该男子称4月7日一天亏损1132万元，现在账户是8300万。炒股要有大心脏，普通股民不要盲目跟风。这是中国商报报道的。还有说这个近日1000万粉丝博主回应账号停更，说炒股比拍视频赚钱，目前收益450万元。还有男子自称炒股11年赚6000多万。近日1000万粉丝短视频博主靳汉卿发视频回应其停更近3个月。靳汉卿表示，从去年开始基本就在全职炒股，目前收益有450万元，跑赢了拍视频的收益。大家看视频。各位衣食部门大家好啊！我已经有很久没有更新了，先说一下我最近在干什么吧。其实我最近在炒股，炒股的收益究竟怎么样嘞？看看吧，无所谓。最近还回调了一点，从500多现在只有450了。严格来说，目前是跑赢了我拍视频的收益很多，特别是今年最高的时候啊，一天都差点100个。4月7号的时候亏损了1132万，现在的话是8300万，最开始是170万，加仓加到了1500万，11年的时间呢，其实是赚到了6000多万，大概年化的话是18%的复利。这些就你很难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假每个人心中自有这个答案。但是无论它是真假，不能拿个例当普遍现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看到之后，你不要从真假上判断它，而是从这个叫概率上面，就是是不是每个人去炒股都可以连续18年、11年了，年化收益18%。每个 UP 主你去炒股，你是不是能够做到赚450万？这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比用子弹打中蚊子的这种概率还要低。咱们胡适散户有2亿。你不能说2亿散户没有一个赚钱的，尤其是把这时间缩短一下，在某一年里面，或者在某一个月里面赚钱的恐怕还不少。虽然没有这么夸张，说什么100万赚到6000万，但是你要把它拉长了，长期看，从中国胡适发展这30年看，有没有赚钱的？到现在为止还在赚钱的，这凤毛麟角，跳楼的更多，倾家荡产，还在扭亏的，还在解套的，这个是绝大多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喜欢炒基金的叫小玉哥啊，这个人我在以前也介绍过，他好像炒基金炒了很多年了，他主要玩基金，他也做短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玉哥啊，他是怎么评价的。大家看视频。兄弟们，你们该不会以为我今天绿了吧？不好意思，我今天红了，但是我认为还不如绿的算了呀。昨天人工智能大跌1.8呀。今天涨多少？小涨0.9啊！你是涨了个寂寞呀，我不能接受，真的。
今年预计加9千，预计加0.9%，4月预计付7万2，今年以来预计付4万4，今年以来预计付4.4%。今天没有操作，今日保留我刀不动。最近我看到2个热搜，一个是什么呢？什么赚什么炒股赚多少，还有一个什么的 UP 主这个什么炒股赚了400多万，就是这一块我是有发言权的，真的。你这个基金是吧？我是光分享就已经有些基友就看了我5年了。2019年跟2020年是吧？那个时候我闭着眼睛瞎买也跑赢了沪深300，你想想后面怎么？后面连续亏了4年，今年是亏了第5年的，就什么呢？就如果说你只看短期的你只看短期的一个曲线那么陡峭，我认为运气是大部分。真的就是投资，你看短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就是你只要你还在场内，那就是浮盈。那有人说，哎，我卖掉不就真的成为盈利了吗？你放心，我是过来人，不是说什么的，你卖掉之后你就不买就不玩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真的，你不要嘴上说的，你还哪怕你嘴上说你卖了，你还会偷偷去买回来，真的，我是不相信，就是说你说我不玩就不玩了，不可能。你看我每天说我不玩了，你看我还不玩？我的建议是你要拉长周期，起码看5到10年。悟了没有？我是过来人，我觉得我现在也不能说菜，我还有时间。OK， 我今天又洗头了，你看洗完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很帅，精神很多，洗完非常的蓬松，而且是吧？我认为它的曲线效果非常不错。我不单是今天我隔天洗头的话，这个也是没有。按照网友的说法，你只要没有离开赌场，你就不能说你赢了还是赔了。所以作为韭菜，不要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这样的视频，说是谁赚钱了？谁赚了几百万，很轻松，所以他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借点钱进去炒股，把自己的离职赔偿金，把自己的压箱底的钱、保命钱，认为拿去股市炒个2年赚个几十万，翻个几倍，多容易。结局是什么？结局一般的是一进去之后就进入慢慢解套之路，心如刀割。有这些所谓的 UP 主在那吹嘘自己年化18%，这个。如果是真，只能反衬出咱们的社保基金还有很大的空间。社保基金只有7%，社保基金翻1倍的话15%年化收益，那这又需要多少金融消费者来输血，又需要多少金融消费者来做贡献？大家想象一下吧。我倒是希望社保基金来提高收益率，你要学人家的 UP 主，平均年化18%。所以说社保基金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止步不前，要大干快上。提高收益率。实际上社交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账号，微博上也有很多，都是号称自己10万块钱10万的本金开始，每天假装是实盘，你也不知道他模拟盘还是什么东西，到底有没有买的不知道。总之他每天他都报告自己5%，今天赚了8%，搞个屁的图片成交明细，每天发微博。这个在10几年前就比较火了，吸引那些傻粉呢跑去看，实际上就是高流量。这些就不说了，咱们再说说这个胡适奇葩现象。曾经一度这个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承诺要增持本公司的股份，发了公告。当然了，为了维护股价，这个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承诺也增持自家的股票。但是事后很多网友发现，这些董监高根本就没有增持，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他这个说说又是发公告承诺的。毕竟有很多散户、很多金融消费者一看这个公司的董监高马上就要增持自己的股票，那不就说明他看好吗？那董监高都要看好了，那我们赶紧提前买进去。好，等到这些散户买进去之后，结果苦等1年，左等右等，也等不来这个董监高增持这股票，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最后那些提前买进去的这些散户，一个个的损失惨重。这个董监高没有对应自己的承诺，没有实现承诺，违反公开承诺，但是这个小散户拿他们也没办法。今天全国首例针对上市公司董监高违反公开承诺，法院做了判决。4月25日，上海金融法院公开宣判原告刘某某、郑某某诉被告上海金某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袁某、罗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董建高违反增持承诺，赔偿股民78万。金某泰系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公司。2021年6月15号，金某泰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兼总裁袁某、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罗某计划在6个月内增持金某泰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3亿。你看，大股东还有这个总经理要增持3亿。后金某泰2次发布公告称，袁某、罗某上述增持承诺履行期限分别延期至2022年6月15日、9月30日，结果到期了。金某泰公告称，袁某、罗某未能在延期期间完成增持计划。同年10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对袁某、罗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光对他警示有什么用呢？对吧？人家承诺要买3个亿，结果1分钱没买，给很多中小投资者造成损失，中小投资者扑了个空，吃了个哑巴亏，这个忍不了。所以说，刘某某、郑某某就跑到上海金融法院告了，主张其因上述股份增持承诺购买了金某泰股票，而袁某、罗某未履行承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要求金某泰、袁某、罗某共同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共计900余万元。这个索赔还不少，要你赔900万。但最后判决，经委托第三方机构核定损失，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令被告袁某、罗某共同赔偿原告刘某某投资损失506130元，共同赔偿原告郑某某投资损失277406元，也就是加到一起要赔77万。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全国首例因为上市公司董建高承诺增持，但是没有兑现而被罚，你得赔偿股民损失，充分说明吹牛也要上税。现在董建高吹牛，这个说瞎话风险很大呀。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胡一进老师，最近董明珠他不是说这个海龟里面有间谍吗？所以格力坚决不用海龟。董明珠这个说法遭到了网上舆论的这个讨伐。昨天胡一进老师也发了个微博，胡一进老师要董明珠道歉。今天胡一进老师又发了一个，看着胡一进老师和董明珠杠上了。今天胡一进老师说，他说看来董明珠不会道歉了，甚至一些人认为老胡主张他道歉过于严厉了，就让这个争议作为一个印记留在互联网上吧。老胡要求董明珠道歉，我也支持。就董明珠这个说法，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给这个某个群体贴标签，这个是不对的。你说海归有间谍，你格力不用留学回国的人员，这没毛病，这是你一个企业用人标准，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海归里面有间谍，也就是说，哪行哪业哪个人群里面都可能有间谍。格力把海归打上间谍的这个标签，完了，以此为理由拒绝这个海归人群，这个恐怕违法了，违反劳动法。所以胡一进要求董明珠道歉，这个有道理。有网友评论说，美西方培养一个间谍成本也挺高，花钱也不少，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间谍，你把它放在格力干什么？这间谍格力能盗出什么核心技术？如果美的千辛万苦大价钱培养的间谍，把它放在格力这样的企业，那难怪美的要破产，这难怪马斯克要在美的搞变法，到处要查账，看这钱怎么花的。所以胡一进老师现在死盯着董明珠要他道歉，我只能说，无论是胡一进还是董明珠，他都是胡适低迷，中国资本市场低迷，这个叫受害者。胡一进老师因为资本市场低迷赔了钱，所以他展露出人性的光辉，残留的一点人性。而董明珠呢，因为资本市场低迷，他深陷格力电器无法自拔，所以他需要流量，他需要这些反制的言论，需要惊世骇俗。这两个人的归根结底原因都一样，都是因为胡适低迷，这个胡适下行，一根绳上的蚂蚱，有那么一点相煎何太急的意思，殊途同归。两个人观点虽然不一致，但是两个人的原因产生矛盾的原因都是因为胡适。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